內地載人潛水器蛟龍號第5次下潛，成功突破載人潛水器最深嘅水域，而潛航員首度公開佢哋喺蛟龍號艙內拍攝嘅片段。林太記報道。蛟龍號尋日喺下晝4點半鐘左右喺西太平洋馬里亞納海溝浮上水面，成功完成第5次嘅深海下潛，比起第4次下潛嘅深度增加咗43米，去到7062.68米深嘅海底，再次創下潛水器下潛嘅新紀錄。而潛航員喺潛水器裏面拍攝到嘅影片亦都首度被公開。由於蛟龍號裏面冇得調節溫度，潛航員要喺高溫嘅情況之下工作。當潛水器去到水深大約500米，外面已經漆黑一片。而去到大約3000米深嘅時候，艙裏面嘅溫度就下降去到大約20度。2名潛航員要喺蛟龍號裏面由高溫去到低溫，就好似喺短時間之內經歷夏天同冬天一樣。因為溫度降低了，那麼空氣它也變冷了，這樣的話有一些的收縮。現在的氣壓呢，比正常的氣壓是101千帕，現在只有96千帕，所以我們要加上去。96千帕相當於我們處在一個海拔948米的一個陸地上的一個氣壓。當蛟龍號去到大約係6000米深嘅時候，開着咗喺潛水艙外面嘅照明系統，就睇到有浮游生物，無幾耐就順利抵達咗7000米深嘅深海。蛟龍報告向9。目前蛟龍座底深度7015米，潛水器狀態正常，艙內監測數據正常，人員狀態良好，報告完畢。蛟龍號按照計劃揾翻上一次下潛嘅時候放咗喺海底嘅標誌物，喺完成一系列嘅任務之後，成功採集到多個深海嘅樣本浮翻上水面。研究人員之後就會詳細研究採集到嘅樣本，當中包括有深海海參、3個深海海水樣本同埋係沉積物。蛟龍號目前成功下潛嘅深度已經可以覆蓋全球99.8%嘅海底，進行資源調查研究。預計蛟龍號會喺星期六進行最後一次嘅下潛，為測試潛水器各項考驗嘅項目進行查缺補漏，確保潛水器性能同埋功能都萬無一失。Now 寬頻電視記者林泰基報道。